你嫌工作得攰，係因為你仲有工開；你嫌間屋細，係因為你仲有瓦遮頭；你嫌存款少，係因為你仲可以安穩揾食；你嫌餸菜清淡，係因為你三餐無憂；你嫌路途奔波，係因為你出行自由；你嫌父母囉嗦，係因為佢哋仲記掛住你；你嫌日子平淡，係因為你仲健康活着。你知唔知道，你嫌三嫌四嘅嘢係人哋嘅奢望，一生嘅向往。呢個世界冇完美嘅人生，亦都冇絕對嘅幸福。呢一刻你仲計較乜嘢，仲比較乜嘢？簡簡單單過好眼前嘅日子就係福氣。我哋終其一生去揾一個答案，究竟乜嘢係幸福？冇錢嘅時候覺得有錢就係幸福，冇樓嘅時候覺得有樓就係幸福，離別嘅時候覺得重逢就係幸福，病咗之後覺得健康就係幸福。當知足高於一切，幸福就會陪你一世。人生冇完美嘅幸福，但識得滿足就會賺到快樂。正因為識得滿足，所以幸福就會嚟敲門。飛機飛到一定高度，就會遠離陰天。其實人都係一樣，所有嘅煩惱都係因為格局唔夠大，企得唔夠高。當你淨係睇住腳下，滿眼都係雞毛蒜皮，但係一旦企上更高嘅台階，就會見到更廣闊嘅風景。所以一定要靜落嚟，靜靜提升自己。當你到咗一定嘅境界，風風雨雨自然就會悄然而過。